14928。15246，頭先我5位數嘅，啊15246，5位數嘅。星期5嗰日咧已經跌咗30%㗎啦，字譜。咁今日就第一日穿1000蚊嘅。咁今朝我就喺度睇，即係基本上就全部淨係睇大模型嗰啲 news。Kimi 咁我問過啲 IT 嘅朋友啊，咁佢都話 Kimi 勁嘅，直接對標真係可以直接對標字譜嘅。OK， 而 Kimi 基本上而家因為新出啦，呢嚿嘢都係勁過字譜添啦，排名上追過埋啦。你可以解釋翻點解近排字譜咧係仲弱過，但相對嘅表現啊嚇，仲弱過隻100。雖然100都好屎㗎啦，因為你睇翻其實之前嚟計，其實都好清楚啊。其實好多大行包括摩湯盛都俾咗一啲叫做係大行報告或者係目標，點解都係覺得字譜好啲，100差咧？因為字譜係 to B 咧，其實毛利高好多啊。100咧環球出海多，兼及 to C 咧，其實20幾個%毛利，所以咧100係佢哋覺得係好難賺到錢。字譜咧，佢哋覺得好快會賺到錢，或者偏向快啲賺到錢，所以俾個估值高啲。但係咧，之前有配股啦，大模型用 ARR 去計嘅估值，咁究竟而家係咩嘅狀態咧？嗱 Kimi 其實咧 ARR 係3億嘅啫，而家佢融資咧就去到300億，係啦美金，咁即係100倍係嘛？即係中交行啦，3億100，即係因為佢而家咧融到300億。咁但係相對你就會見到個圖咧，你就知咧根本上如果你唔覺得佢勁或者唔信呢間公司就係好貴㗎啦，100倍。但係點解都仲會有人去即係做呢啲 PIPO 即係去投咧？One of 嘅原因就係覺得，因為佢而家仲係得3億，有機會地可以 growth 得好勁啦，係嘛？即係你3億去到10億嘅話，咁其實你係已經唔係100倍就係30倍啦，係啦，因為嗰度增長3倍啊嘛。咁你話字譜嘅話，之前都係有個記錄㗎，即係佢而家 AR 有10億啦，字譜最低嗰行，其實佢係用咗好似唔到1年就由1億去到10億㗎啦，係啦，即係因為 AR 嗰啲好多水分嘅，用1個月嘅數乘12嘅，咁所以咧其實即係啲錢嚟計，即係投得落去嘅，咁當然就信佢啦。咁其實當然呢啲全部係 ongoing 㗎啦，即係你係隨時佢又有出新嘢，新嘅 model 或者各樣嘢成，咁佢會再增長，即係個收入嗰度，咁佢個估值嗰度咪會再平啲咯，相對。咁我哋攞隻大嘢去睇，咁點咧 ？Anthropic 500原來真係幾勁啊，係嘛 ？Anthropic 都係龍頭啦，去到470億或者你當佢500億美金。ARR 係嘛？年度經常性收入。係啊，即係其實佢係好黐線嘅，500億美金係咪屬於好黐線啦？即係 Claw 嗰啲。咁但係咧，而家啲人咧就係大家都會網上揾到㗎啦。佢對上嗰次即係做出嚟嘅而家未上啦，全10月上啦嘅就係9650億美金，係啦，其實即係20倍。咁但係啲人傳咧，因為而家未 confirm 嘅，去到10月上或者年底咧，其實係傳佢要有冇機會去到15000億嘅，係啦。咁15000億嘅，即係其實好大機會係以而家計啫，就係30倍。以而家嘅 ARR 計啫，到時可能唔止嘅，即係因為佢盤生意一路增長。不過咁你話咁人哋美國呢隻嘢都係講緊20-30倍嘅喎，大陸呢啲成80-90幾倍，人哋嗰隻嘢已經 grow 到咁大啦嘛。即係你由500億美金嘅 Claude，你要再上升嘅速度，咁你就係慢啲嘅啦嘛。即係譬如我以翻字譜去計，字譜咧上年全年嘅收入以人民幣計係7億幾嘅啫。咁今年咧 Bloomberg 咧係預佢25億，下年咧預佢差唔多去到50億。咁即係話 at least 咧一年嘅收入計咧係預佢嗱。今年對比上年就一定係幾倍㗎啦，下年就算27年計咧都係 double 嘅。咁所以咧，咁你 Anthropic 你唔會 double 㗎嘛，即係你唔會由500億你去到1000億㗎嘛，即係有啲瓶頸感覺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就佢哋俾高啲倍數係正常嘅，因為仲係細粒，係啦。咁所以我就係講話，而家你 Kimi 出嚟，咁你今日啲大模型跌晒啦，咁樣大家淨係講緊就係話Kimi 勁，跟住 DeepSeek 又係話就嚟又要即係又係抽水，跟住又上市啦之類。但係大家係唔知其實佢而家做緊嘅我啲即係叫做係 PIPO 啦，你當佢係 PIPO 嚟㗎啦，因為都係大家準備上嘅相關嘅融資嘅估值係幾咁貴啊？係嘛？係未上之前喎，即係你如果係跟住就接續上嘅話，你上嘅估值只會比呢啲估值係再高嘅啫，唔會低嘅，係冇咁蠢嘅，一定係唔會低過呢啲估值嘅。咁所以咧，因為你有各樣嘢又解禁啦，又配股啦，又冧山泥啦，咁我呢個58倍係咩嚟嘅？字倍係晏晝個價，晏晝嗰時960幾。咁跟住咧，我話如果計翻，快手可能咧就30幾倍，因為咧5億 ARR 佢係180億美金估值咁咪36倍咯。其實咧快手係十分之即係可能應該都係就快收皮㗎啦，即係佢俾得咁鬼低，係個估值。即係你而家你得5億嘅 ARR 佢都係只能夠集到180億，你就見到其實都即係佢自己都唔係覺得佢好似會增長好快。其實你咁倒翻轉咁睇，係啊，即係你反翻轉咁睇，係嘛？咁樣對比落就係係嘛？即係你其實得幾億啫嘛，你個 ARR 你仲有增長空間㗎，但係你得30幾倍，而投咗㗎啦，已經係投咗㗎啦。如果用翻30幾倍嘅就500幾蚊啦，50倍嘅就800幾蚊咯，係嘛？80倍係點嚟嘅咧？80倍咧其實係我記得之前有份大行報告都係話，喂今年俾到佢嘅 P over ARR 即係呢個估值咧80倍係合理嘅。曾經有大行講啦嚇，合理，佢覺得即係今年嘅80倍係合理，因為即係頭先講嗰啲嘢高增長，咁咧計佢估值27年、28年計嘅話咧，今年係80啫，下年就40㗎啦嘛，好大機會。咁所以今年係80係合理嘅，曾經睇過一份報告，唔係好耐之前嘅啫。
係啦，咁你話如果去翻上邊人哋 Kimi 做緊嘅融資嘅100倍嗰陣時咧，咁就1600蚊咯，1600-1700蚊咯。咁但係當然啦，頭先講咯，即係你近排咁即係走勢差啦，跟住之前又集咗300幾億啦，咁跟住冧緊山泥啦，咁所以大家咧你玩嘅咁我自己都係咁啦，1.8倍槓桿，咁玩少少咯。